伫老底的人西座镇甲虔诚的祈福敬拜，但市第一间以 VTO 模式由政府甲民间协力所要诞生的长照机构正式动土。一场开工顺利，第二场动土平安。随着超个人社会，但市持续推动长期照顾服务，嘛要平衡各区资源，实现在地安老。即摆伫六家所争取的长期照顾机构，就委托盛威南粤来经营，然后将提供30人的日间照顾、100床的大房服务，冒27床的公费优先照顾经济弱势，让许多长者有一个很好的日照跟长照的机会。所以这边有30床，30个日照的名额，还有100床长照的名额，住宿式长照的名额，能够在这么好的地方，真正心态的好一寡哦。但是礼拜人日照拢讲健康的啦，哦，长住宿型也是还好，还 OK， 所以一定能够延年益寿，假霸离安的对哈。鹤，火鹤花，顾名思义，象征着优雅长寿，那也是代表我们对长辈的尊重。道是六甲人的根本，是勤恳丰收的象征，而丁是聚落，是社区的称呼。阮就是好道丁，代表阮想要伫遮做一个温暖、好大、互相照顾的所在。社局表示，目前全市已经设立220间住宿型机构，会当提供16000外照顾床位。估计到117年，会搁再增设7间1051个床位，包括新市、柳营、玉井、安定的增设800床，要予在地长辈有就近完善服务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